原定12月17號喺香港搶先上映嘅荷里活大作《阿凡達：火與盡》日前突然宣延遲到下年上映，仲刪除咗副標題《火與盡》。發行商20世紀影業發表聲明，做呢個決定係因為大埔宏福苑發生嘅嚴重火災，出於對香港嘅尊重，並向受影響嘅市民致以慰問。聲明入面提到，新嘅上映日期會盡快通知大家，多謝大家嘅理解同埋支持。網民表示理解，認為片方嘅做法合適，但亦都有人質疑延期嘅決定係咪過於敏感。據了解，導演詹士金馬倫原定今日會出席海南島國際電影節，為《阿凡達：火與盡》舉行首映禮，但早前已經因為不可抗力因素取消紅地毯環節，有傳聞指同電影名入面嘅火字有關。目前《阿凡達3》喺台灣嘅上映計劃仍然維持不變，預售成績好好。